面子又来了。一家不巧，二家巧。你巧到哪里去啊？爸，穷地方一天到晚不在死亡树上敲。一家不巧，二家巧，屁股有洞小。快点进去，免得在瓦香背上快到吃洋香。我累的，我烦死了呢。帮着干呢，我非累死谁说啊？没有什么事情你什么好巧的你？俺们死亡之中有殊不同，你每天到厅堂来做什么？我什么有书不读，我个位置好读书啊。我干么个课，书本的课不了，还不读书，读我高头老死了。亲戚你怎么这双手抖得这样厉害呢？我日过日天抖哎，我越来越不对哦。外父叫上来快一快，你这个样子真的不行了。我真的不行啊！怎么又大了啊？老光了，咁个头骨啊，不是铁头啊，一头哦，痛不痛？痛啊！我不痛了。爸，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，一天到晚为父亲其实心情不好啊。爸，我心情不好，我也非好了。你来做什么呢？问到了一那个妈，一天到晚就想这些没有用的事情。陈老爷干个唔光想给个，陈老爷不想不陈啊爸，我叔叔都给干个，你那个我陈老爷都不帮我陈了个，陈我刚刚多个老爷不讨个爸儿啦，啊为父为了这桩事情也时常烦恼，啊，要有门当户对的呀。干个门当户对哦。我自己跟我上去吃个饭，我门当户对哦。生出来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呀。上出来不是吃个饭子啊？妈，我梦想，我就上出来人我这生饭子啊。早知道你这副样子，你能活到今天吗你？我生出来的时候是好好的，我上来是叫好啊，还就是不要哎。爸，不过，爸，啥那么一？在哪上面了？爸妈，也许啊，那一天，把你放了。爸，我小辰光的长得蛮好，还没人多的你有一次生病的时候就成了这个样子了。哦，你娘快的不好啊！妈妈，我娘给问老了的，还我上来人长得好哎，还不及时毛病上了，把我上这个饭。妈，你听爹的话，啊，爹知道你耐受，不过凡事都要按顺势来。像为父好一点，没人来外面说清楚，能当部队的早一步。爸，你毕竟是大女岁的大公子，爸，我小天光了，大女生个我不高用个了，还别人分我给，别人不给我啊，总不能随便拿一个进来嘛。还不随便的人我非过分了，我刚给我要给别人了个，你的自己的我上去这个饭我给别人了，爸，你小给别人了。那你要什么样子的你说？我不要求，我不女人不高兴，我干个脾气男人都不高兴，爸，我堂堂爱夫的一个大公子，一个长子，贴起来你也行啊！还我自己忙我贴个饭呢，赶紧搞本，我
好好好，那为父就依你的啊，是女人就好，就女人就好。不女人啊你，俺都唔过，求子花当平安，他们听唔过，都唔过。为父已经养你这一代已经废了，有求子骗你万年的，我养下一代啊，我也好用啊。我好用，才赶紧过本我。你毕竟你家毛头上都好过本的。你放心，你只要不出门，为父自为媳妇逃进来。我俺想说着，把你千万冒出去吃洋香的呀！我爱痛的儿子这个样子，你叫为父死，立他为归你。爸，我个主人啊，伤心啊个了。上了这个月，俺想一小步小跳出去，被你摸到要倒把子，还就是叫我年过年10万收的，很个收得老外爸哎。我也不知道你今日怎么又多起来了，你这些头。干嘛？没想，等我从头到脚忙里，干一地方上都好。我忙里忙去，干么子好了吧？镜子上眼睛到外好，治愈的都也是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我上里开玩笑，我去上里是疼坏的啊！我上里没好。听为父的啊！你听为父的啊！快回去！人嘛，还把我老爷搞里了。这点事情为我想着你，去，上家等一下给我看了一发，这个样子叫为父说去开呀。等着您看了呀？哎，您看了我跟你他唔吃的的。啊，你我跟去。别累死！你老，你把我非累死吧这个，我慢慢的敲回去。喊我敲。去。爸，我忙着我把难看死了，你干么都忙我听不中意的。我忙了听不好，忙别人忙着我听不好。我没有办法，你是我亲生的。就是。随便怎么样，你也是姓我外家的啊。随便那个刀都顶多个哎。哎，对，快敲回去啊，敲就敲。敲。呀，敲！爸，我敲就敲。敲。呀，敲！来。哎呀，你就敲吧你。你小体凶了，搞得好了吧？慢慢的敲啊！一这么敲，二这敲，屁股又都小。爸，这敲的位置我好吧？好的很，谁老人敲不出这样的位置？赶紧有了都。哎，我们一个人天天敲呀，敲，爸，哎，呀，你就敲吧你。